哈利卡尼竟然唔係英格蘭嘅球員頂薪喎，英格蘭球員薪資排行榜第10位列斯占士，佢喺車路士每周嘅薪水係25萬英鎊。第9位辛祖，亦都係足球界一個極具爭議嘅人物，目前仍然係收入最高嘅英格蘭球員之一，每周嘅薪水去到25萬英鎊。第8位史東斯，佢迅速成長成為翻世界上最優秀嘅後衛之一，但係佢而家亦都係曼城最重要嘅球員啦，每個星期係25萬英鎊嘅薪水，亦都反映咗呢一點。第7位美神蒙特，從車仔轉會到曼聯嘅過程並唔順利，目前美神蒙特喺奧脫福每個星期嘅薪水係25萬英鎊。第6位阿諾德，阿諾德亦都以自由轉會嘅方式從利物浦加盟到皇馬之後，受到廣泛嘅批評，佢嘅周薪但係都能夠高達27.76萬英鎊。第5位基亞利殊，目前亦都被租借到愛華頓，但係佢喺曼城每個星期30萬英鎊嘅薪水仍然有效啊，令到佢成為翻歷史上面最昂貴嘅足球運動員之一。第4位史特靈，自從轉會到車路士以嚟，史特靈嘅職業生涯陷入低谷，上個賽季租借到阿仙奴都未能夠改善處境，不過呢位前利物浦嘅球星依然每個星期能夠賺到32.5萬英鎊嘅高薪啊。第3位比利咸，比利咸亦都係英格蘭當前嘅金童啊，而佢喺目前皇馬嘅周薪係34.53萬英鎊。第2位夏利卡尼，夏利卡尼多年嚟亦都係轉會傳聞嘅焦點，直到2023年加盟到拜仁，亦都不出所料，拜仁必須提供巨額嘅薪酬先能夠挖角呢位英格蘭巨星，佢而家目前嘅周薪係去到41萬英鎊。第1位伊雲東尼，世界上收入最高嘅英格蘭球員啊，亦都喺沙特嘅職業聯賽效力。伊雲東尼可能唔係呢份榜單最有天賦嘅球員，但係佢每個星期42.29萬嘅英鎊嘅天價薪水，亦都令人驚訝。